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客家大學堂。今日我來到瑤池灣鄉，有乜嘅特別呢？原來佢係一隻在九龍市區到今仔還保留嘅客家見面店。可能大部分嘅人都唔知道，在英國人問來香港之前，香港島到九龍半島都有好多村，而且大部分都係客家村來嘅。今仔我哋還可以在部分嘅村名地背看得出以前啲人係使用客家話嘅喎。例如講到銅鑼灣啊、太行、黃竹坑、九龍半島嘅油麻地、茶果嶺一條啊。英國人在1860年割讓去九龍半島，然後又在1898年主教新界，在20世紀初開始發展界限界以北、獅子山以南嘅新界地區，將其按照新九龍和開闢去工業區、飛機場一條，改變佢原來嘅鄉村面貌。20世紀初嘅九龍到新九龍，共總有13條鄉組成，其中超過一半係客家人住嘅，例如竹園啊、太咸啊、平石啊、瑤池灣啊、油條角啊、茶果嶺啊、鯉魚門到絲綢灣。喺這發展嘅過程之中，這片市區嘅大部分都拆遷去啲咯，或者在拆遷嘅邊緣。後來遷到原來居民呢，但瑤池灣係隻例外。到今仔還保持着瑤池灣街市嘅排屋，也保持着佢條三山國王嘅崇拜，而且在好多場合也尋得到會講客家話老居民，可以講係在九龍老市之中嘅一隻奇景。瑤池灣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彩虹站嘅 B 出口一出來，就可以看到瑤池灣街市哦。沿着清水灣頭行大概50米，就瑤池灣鄉嘅牌樓咯。到牌樓行返去，眼前就一排排2層高嘅屋，地鋪係經營連朝葉嘅商店，例如茶餐店、燒賣店、菜檔、書檔、豬肉檔、海鮮檔樣先，好冷熱啊！我前到一間好 Q 嘅茶寮，按照新農場茶寮，有食批好乾了，我好像轉到70年代一樣。太地杯呢，成晚去茶客，我都好難前到會坐下來飲茶嘅。在茶寮嘅隔離呢，就瑤池灣鄉公所咯。為了過了解瑤池灣，我前到鄉公所嘅理事長余志偉先生，佢講俾我聽有關瑤池灣嘅故仔。余先生講俾我聽，佢係客家人，佢爸係用過客家話嚟讀書嘅，又講流利客家話。但由於佢在學校老屋下呢，都係用廣州話嚟溝通，雖然佢聽得明客家話，但係而家冇辦法用客家話嚟表達咯，所以請我嚟講廣州話啫。瑤池灣鄉嘅範圍本來好大嘅，包括係部分嘅平石村啊、菜園村啊，隔離喺油條角，北面到富山頭，南面係海來嘅。當時呢係有平石、彩虹、龍梅、田心、然後河立貝有條村莊，住的是幾鄉人，例如兔、兒、廖、鳳、楊、葉、李、善一條。17到1950年左右，因而有個15隻祠堂。一般人認為瑤池灣呢啲樹有200幾年，但係根據下樹與博士嘅研究，
瑤池灣有400幾年嘅歷史咯。最初嘅居民呢，應該係土夷良族，佢哋嘅祖先係喺潮汕嘅市一帶搬過來嘅。村民最先請你喺種田為生，鄉村面貌也維持到1950年左右。二戰以後，香港嘅人口快速膨脹，有好多其他籍貫嘅人來人哋定居。瑤池灣嘅人口喺幾年之間增加到大概2萬左右，佔為當時人口嘅1%。荒廢嘅農地呢，全部遷滿去好簡單嘅寮屋。當時香港嘅製造業蓬勃，居民好多去工廠喺度做工，也有啲人去機場返工嘅。由於政府在戰後需要土地來安置大量在內地用業嘅人口，瑤池灣大部分嘅土地也愛來起去平石村啊、彩鳳村啊、彩雲村也都屋村。1975年為去建造地鐵，大部分嘅村屋需要拆卸，為去安置嗰度村民，政府起去69間2層高，每層面積為600尺嘅排屋，讓原住民呢可以選擇排程來辦嘅照，或者選擇一處有啲排屋來安置。因此部分嘅村民遷到排屋，甚至將喺祠堂也擺去上寮咯。原來鄉村風貌也因為咁樣逐漸消失去啲咯。而且一村嘅範圍呢也太為縮小，居民見到陸續搬得出，雖然見到還要間鄉公所，但係功能呢都太減少去，將作為政府和村民之間一個溝通嘅渠道，攞組織一啲聯誼活動、技術活動。當然客家人離鄉別井來到九龍開墾生活，也將喺家鄉嘅成年請過來，在距離瑤池灣鄉牌寮大概500米，見到屬於平石村嘅大石旁邊，係有一間三山結王廟，有座廟見啲年份都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喺1911年重建嘅，屬於3期嘅歷史建築。三山結王係潮汕地區嘅信仰，本來係隋朝嘅三兄弟，由於歷歷戰功，需要比較供奉。到係宋朝，有3隻將軍多處在潮州獻年，幫助宋帝擊敗咗敵人。宋帝喺監察佢哋嘅時候，就看到佢哋嘅蹤影喎，像看到遠處有3座大山。宋帝就認為佢哋係山神作法，就封佢哋做三山結王咯。有3座山係金山、禿山、老明山。見到三山結王廟喺潮汕地區好普遍嘅，有800間人多。其次喺台灣有200間，馬來西亞有幾十間，而香港只有6間。每年嘅三山結王誕都有隆重嘅慶祝活動。除咗祖廟之外呢，瑤池灣鄉還有一座太王宮，因為除咗供奉太王爺以外，還有伯公、伯婆、石監當、沙公，都係人哋嘅守護神。我哋請到咗居民王先生，佢還有講料理客家話，讓我哋講述以前嘅生活。你係瑤池灣嘅居民啊？係啊，我瑤池灣睇嘅。瑤池灣睇嘅。我哋打麒麟嘅，我哋。哦，打麒麟。打麒麟嘅。有啲麒麟堆啊嘛？見到冇喎。見到埋佢啦。當幾多年咯？好多年咯。好多年咯。好多年咯。還有瑤池灣都講客家。哦，客家嘅，下晚都係客家嘅。有幾多年左右啊？先。先至。幾百年。唔知。唔知㗎。唔知瑤池灣後咗而家啊！呢度打到去鄭南書，要到將一站同嘅啦。新浦港啊，開餅啊，開地機場啊，以前好多個村㗎嘛。係啊。見得到嗰個瑤池灣鄉，
係啊，平時都會牛池灣嘅。係啊，牛池灣以前係咩講牛屎灣嘅？牛屎灣，牛屎灣係喊咗牛屎灣嘅，唔係喊咗牛池灣嘅。幾時喊咗牛池灣呢？唔知得咯。滿大條瀟灑嗰啲都叫都唔知。唔知，冇聽過。冇聽過啊，係啊。廿二八鐘啊！阿爸在飛機上都冇講嘅，仲冇講。即係廿二八就打工嘅，就冇耕田嘅。冇耕田嘅。哦，生鳳㗎，生魚㗎，喺啲都耕田嘅。你自己做乜嘅？最初喺陣時咧，喺做工，包煤啲好似當柴。哦，當柴。冇錯就會揸的士，揸技師嚟啦，揸的士揸。哦。你先前兩年做乜嘅同事嗰度？耕田、養草、割草、出去打工都要。要。就喺飛機上打工。飛機上做，好多喺飛機上做嘅。哦。兩年就讀書就去牛池灣鄉公所。牛池灣鄉公所。讀多幾多年班嘅啫？3年班。乜隻時代有冇嘅移民去？有演過啊，後度啊。後度啊。要幾多年啊？3年雞，3年雞。啊！條後生仔有冇3分1移嘅？冇，4分1條啊！啊，4分1條。因為仔去都我哋地頭嘅嘛。要唔要啊？我哋冇地去啊，我哋賒嘛我哋。阿爸都唔幫手嘅，唔幫手。有問題。你想去啊？我想上啊。係咪？身上阿爸唔俾去。阿爸唔俾去啊。哦。因為去嗰陣咧，有得食，有得住，有得讀書。佢都唔幫手。新九龍本來係新界一部分，因為主要承建係客家人嘅家園，但係在九龍市區嘅發展過程之中，大部分基建變形拆遷而遺忘，請用牛池灣作為唯一嘅城中村而留下，而且竟然還有居民會講客家話。可以講係九龍市區嘅一朵奇葩，即定係條厚厚圈上，後來竟然超過多人嚟咯，多謝各位。